保南天宫要出巡啊，台南市议员赵坤元先生，咱来关心。总务帮忙有介绍较多。碧安洞迄中药房啊，对遮去要去大埔口，要去蚵仔港啊。这里是纵干线，公车，台南市公车纵干线。蔡观音出生地，蔡观音出生地。大红南天宫里面也有供奉蔡观音佛祖。蔡观音呢，你看当地人呢修成观音佛祖，那是清朝时代的成道100多年了。到那个6甲。